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2月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湾伫个世界12强棒球赛拿下冠军，真正是互大家拢感觉欢喜甲光荣。为了感谢中华队的选手，台南市伫个3号下晡举办台湾英雄引台南游行，邀请总教练林月平、高志刚，以及台湾的队长陈杰宪、潘杰凯、林安可、邱志成等球星做伙参与游行。沿途民众热情欢迎的程度，就亲像是伫个迎接国际名星同款。做伙来看麦。
2020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台湾打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拿下冠军，创造历史纪录。为庆祝这个光荣时刻，台南市政府3日举办台湾英雄迎台南棒球英雄游行活动，邀请冠军阵容中出身台南统一赛的成员，包含 MVP 台湾队长陈杰宪、选手潘杰凯、林安可、邱志成，以及高志刚首席教练、林月平教练、吴宇正训练员、余婉玲防护员等人一同游行，感受民众的热情欢呼。市长吴美忒也特别到场支持。很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展现台南人的热情，来欢迎我们的台湾英雄今天的车队游行。那希望大家把今天的热情更加持续，能够转为对于我们台南市以及台湾的棒球的关心跟支持。游行队伍为市府头前的南岛路出发，沿途经过永华路、夏陵路、健康路，每一个路口拢客满热情民众大力欢迎。南英香港棒球队的啦啦队也特别来为球星学长加油，成为活动中的一大焦点。不止民间展现热情，台阳公司董事长丁彦哲、总经理陈世辉也带领员工伫公司门口为台湾英雄赞声，并送水予现场发觉烧声民众食粮。喝完喊比较大声啊，清清喉咙，清清喉咙，好，谢谢。游行队伍最后来到终点台南体育场，台湾上勇歌剧声响遍全场，让现场民众再次感受台湾 No.1 的欢喜气氛。上一次我在台北错过了游行，但是今天回到台南市，感受到台南市民的热情，这次比我们上次冠军的热情还更踊跃。希望这个热情带来明年我们的赛季多多进场，为我们统一加油，为台湾棒球加油。冠军完之后，然后那股热潮，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参与。那今天回到台南自己的家，我感觉更温暖。对，不只是支持统一狮啊，就是我们6队的球队都是希望大家球迷更踊跃进场，为我们台湾棒球加油。我相信台湾的棒球一直都在进步，所以我觉得每一位球员都在为自己的职业去做努力。对。游行后，真侪球迷也进入棒球场，甲球员面对面，圆满心中甲台湾棒球英雄接触心愿。记者张世维、杨顺怀采访报道。中华队拿下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到了英法国馆区争取要去小巨蛋。马苏伫台南的五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兴建进度备受关心。港务局伫年度成果发表会当中，就明确表示，明年1月完工，2月会当启用。开山4月兴建的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经过6单月工期，其中承棒主球场用25000外座位。经过日前人工或是天然草皮整理以后，负责发包的港务局4号上午局长伫年终记者会中明确表示，明年1月完工，2月启用的事情，马上作为中华职棒统一赛甲韩国乐天巨人的春训基地。亚太棒球村大概预计在明年的1月，整个草皮铺设完了以后就会申报完工。那其实它目前现在其实使用执照其实也已经在今年的10月底、11月初已经取得了使用执照了。港务局所负责的道路、桥梁、公园、通合步道以及建筑工程满是面对各区拢积极争取的特色公园，局长嘛表示，希望朝向每一区拢有的目标。国土管理署大概有一个70%的一个补助，那所以说整个案子的比较小的公园的话，包括它修缮的部分，我有大概有350万，它是会由国土管理署来资助，另外的30%，也就是150万，由我们自己本身市政府来做一个支应。那完成了以后，其实整个大概会有我们整个一个37区的里面，大概会有
12区还没有一个特色公园。那以后我们其实在114年跟115年，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让我们的30区都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公园。今年对教育局来讲，嘛是丰收的一档。第二度建设相关应用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就提下3座金质奖、6座优质奖等奖项，嘛期待将持续打造安心舒适、大心应属的优质大台南。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大运动百货3号暗时正式点光15公尺高的圣诞树，而且佮邀请花莲县附设国小以及台南市偏乡国小，总共150位学生到场，赠送因运动鞋、背包、外套等等的礼物。这已经是连续16档，透过圣诞点灯来分享爱、甲祝福，和绿色朋友，场面非常的温馨。圣诞节意义就是爱加分享。台南大运动百货今年伫迈向16档的圣诞点灯，经难得是甲公部门合作，其中委托先家日前2倍所得转化成公益基金来买无人无人机，送予10间偏乡的国小，互因开拓眼光有无同的学习。运动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甲总经理徐雪芳嘛亲自送出运动鞋、背包等好礼，要互学生满满的祝福甲温暖，场面温馨。今天不但是创造经济奇迹，今天耶诞点灯徐董事长还率领所有我们远东集团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公益，来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起来向国军致敬。一起来向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证明我们台南市是有爱的城市。1年了，我们要快乐一下，灯亮亮，大家有这个高兴的这个程度。那尤其是小孩子们，他1年呢，到年终的时候，他应该也要被热烈的鼓掌，热烈的 push 他们向前走，然后要希望他们更努力，对不对？对。公益圣诞点灯嘛，因为各界企业的爱分享，才当持续推动，所以市长会长嘛以颁发感谢状，期待未来有更加侪企业投入社会公益，让台南成为有温暖的城市。会中小朋友嘛回送家己签名的卡片，由黄市长甲市董事长代表接收。而最后当头戏就是点光15公尺高的圣诞树，将活动早日上高调。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113年青少年生涯探索班甲社区师傅成果发表会4号伫永华市政中心举行，现场有17大体验的单位，展示烘焙、餐饮、美发、美甲、木工等等多元课程的成果。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颁发感谢状，予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以及课程的老师，感谢因对青年学生的关怀协助。台南市自行开发社区师傅计划，提供高关怀学子到社区友善店家进行体验学习，并探索职业。目前已经招募超过100间的社区友善店家，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学子伫专辅人员陪同下，透过学习校园外知识甲技能，帮助因伫过程中得到成就感甲心理的支持，进而找到人生的目标。教育局设立举办成果发表，邀请社区师傅店家来摆档，展示学生学习的技能。我先刚去洗手为感谢承办的民间单位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职业导师以及友善店家，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活动，并颁发感谢状。我们
的目的是 leave no one behind， 所以说希望没有一个人他是辍学，或者他真的是需要来自高粹家庭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关心。那今天不管是很多手作坊或者是很多摊位，是展现他们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社区师傅心血的结晶。所以特别邀请各位一起来，也感谢各位，祝福今天的展示圆满。我们也希望说，今天不是大家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办了这样子，不是下班回去大家就市农工商大家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希望很多成果会变成一个报告，会变成一个书面的东西，会留下来，提供给接下来接棒者大家的努力的参考，这样才能把成果累积。教育局表示，伫遐日民间单位合作下，台南市青少年探索班每档拢有推出创新的特色课程。今年甲台南大学合作戏剧课程，带领学员演出自我生命故事，感动众人。另外，嘛甲在地社区合作，自制芳草产品的课程，青营共用共产活动，也拢得到热烈回响。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今年庆祝台南市农业部特别补助建置农业影音资料库，不只展现台南丰富的农林渔牧特产，也肯定农业工作者努力的成果。农业局特别举办发表会，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台南的农业。台南一冬四季拢有无同的物产，亲像是往来花龙果含油芳果，上知名的也阁是兰花，每一冬拢吸引袂少人来购买。农业部配合台南市特别补助市府农业局建置影音资料库。其实不止记录下来，我们也要懂得行销。好，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农产品，让大家都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一次，像我们这一次的棒球大赛，我看那个选手也吃着我们台南这个红龙果目前资料库当中有15种农产资料，以静态相片加动态影片做呈现。发表会即天，市长黄伟体特别到场进行启动仪式，把农特产品带到对应的地区，完成100方疗的台南地图。横轴是产业的这个年初到年尾的这个产业项目，那纵轴是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到未来的一个展望，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的支持，能够让台南市作为一个科技大市，它的农林渔牧的农业的影音资料能够获得系统性的整理。未来市府会持续系统性的整理，用影音记录农民的辛苦以及农业的卡业。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总共有103个宗教团体，因为兴办社会公益事务，被评定为绩优。其中更有25个单位被推荐到中央接受表扬，表扬的数量是全国上界多。台南有众神指导的称号，各大宗教团体除了信仰支持，伫公益慈善帮助弱势顶面，更是无私奉献。今年度台南宗教团体兴办社会公益的绩优表扬，总共103件伫福尔摩沙酒店举行。其中委托嘛一一颁奖，肯定有一个宗教团体，就是社会进步力量。这样的社会公益。不管是捐救护车，不管是金钱上，还是精神上，还是实际宗教信仰上，这个信仰引头，拢帮忙咱社会做大，所以非常感谢咱所有宗教界的先进，嘛是因为安尼，咱这个我们基优宗教的这个表扬，特别值得大家慎重来感调对宗教界表示感谢。因对社会福利的这块也非常的关心吼，所以社会公益的部分也是拢这公庙的这个重点。所以咧，这公庙不只是咱信仰中心，更加是咱社会福利甚至于搁咱传统文化的这个中心嘛。
第103间受表扬的节油单位当中，也有下营上帝庙、罗里门圣母庙等25间，进一步被推荐到内政部才受表扬。虽然中央名额有限，不过表扬的数量才是全国上多。今年台南市在我们的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表扬来讲，家数最多的我记得今年我们有获得内政部表扬的26家。台南正式登记的宗教团体都1665间，除了教化人心、热心公益行动，更是展现宗教优质化的成果。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当年路过意大利的词画艺术家陈秀珠，现主时伫台南举办艺术展，除了展出真侪件，得到国际奖项的作品以外，各种家具结合艺术。充分展现艺术生活化。细长型的瓷片表现米兰教堂的高度。米兰之梦首部曲这件作品曾经得过国际大奖，是艺术家陈秀珠旅居意大利多年的情感。这次回台，在台南建筑公司举办瓷画艺术展。瓷器是人家讲 China 嘛，瓷器。白瓷是白金啊，所以瓷器我在欧洲很多的贵族、皇宫贵族有一个房间专门收藏瓷器。瓷器彩绘发源自中国，传到欧洲发光发热，并渐渐地融入日常当中。以建筑做舞台，小到盘子、杯子等家居用品，大到欣赏用的瓷画，都能让生活瞬间高一个档次。建筑里面最重要的主体当然是人嘛，人的生活。那我们人在这个建筑里面，你每天就是每天的生活里面会用到很多的器具。那器具里面包括家具啦、画啦、瓷器类的啦、锅碗瓢盆，都是我们会用得到的。很乐意将这样的空间的艺术跟生活艺术把它结合在一起。展览中展出了许多陈秀珠以花卉和海洋创作的彩绘艺术瓷盘，每件都是独一无二。其中最新瓷画作品佛罗伦斯首度曝光之外，更特别搬来雪茄盒与珠宝盒，展现瓷画与皮革工艺的完美结合。记者宋怀谈的报道。镜头来到海洋科技博物馆，馆内有2只镇馆之宝，一只是波口厚头粉，因为数量稀少，海科馆计划要将伊野放。另外一只则是全台唯一会当人工饲养的保育鱼类驱蚊纯鱼。海科馆希望帮伊找一个伴来欢喜后代。鱼儿在水族馆内悠闲地游来游去，基隆海科馆内有2只镇馆之宝。一只即将野放，另一只则想找个对象，分别是坡口烘头凤及驱蚊纯鱼。厚厚的嘴唇，高高隆起的脑袋，这是濒临的物种驱蚊纯鱼，又称为龙王鲷。虽然是肉食性，但也是性格相当温驯，也是唯一一种可以人工饲养的保育鱼类。海科馆饲养16年，从10公分养到90公分。在富裕技术成熟环境下，现在想帮他找个伴，繁衍后代。目前现在2024年，它已经有16年了。那你如果看它体型的变化，它从小时候的10公分，然后一直长大后，然后它经过大概8年9年的时候，它的头开始凸起来。好，那这个就是表示它已经开始变性。那一般这一类龙王鲷的那个生物的话，它大概8、9年的时候，它会变性，然后由母鱼变成公鱼。另外一只看起来像鲨鱼，又像是烘鱼，正确名字是坡口烘头凤，又称为泛池鲨。在海科馆饲养下，花了2年时间，从1公尺长到3公尺。不过，这种底栖鱼类在全球数量越来越少，海科馆计划将泛池鲨回放大海。看它从1公尺慢慢变成现在这么大，当然会有一份感情。那同时呢，因为有它，当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的这个介绍的海洋生物，所以我觉得如果野生要再想要找一只这样的一个坡口厚头凤来，是不是那么容易？那其实留在这边
也有另外一个好处，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有缘来看到它，知道说原来海洋生物不是只有我们市场常常看到的。它的整个的鳃裂又像轰一样是在护面的地方，所以这是它特别的地方。这种生物，这种比较大型的生物，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成熟时间就比较晚然后它的寿命又比较长，所以最近开始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关心它在野外的族群量。那目前我们的渔业行为对它的干扰是不是很大？所以目前相关单位都还在研议这件事情。对海科馆来讲，我们本来把生物驯养到环境里面，就是希望，就是除了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之外，我们当然希望是还要把它养好之后，然后有机会再把它放回大海。海科馆肩负了海洋保育和培育的任务，随着现代饲养技术不断的修改精进下，也让不少罕见鱼种得以存活。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专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租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